为推广台语文化的水，加上每年阁是台南建成400档，由着市南园文教基金会主办台语诗歌的音乐会，将伫9月9号伫台南的市南园举办。项目透过议员李克伟甲李宗林媒合，邀请主办单位甲市府文化局共同召开记者会，邀请市民朋友踊跃参加。9月9号，安尼透早9点吼，阮伫咱台南市南园，就是伫裕中3街83号吼，有举办一场非常精彩的一个音乐会。这场音乐会是安尼阮充满着咱安尼乡土的一个感情啦，即阮拢足有感情的一个诗词安尼诗歌安尼的一个演奏。咱希望讲，咱的伫咱的蔡奇安咱的老师的即个奋斗甲咱遮的少年的会当接棒的状况之下，将咱台语的文雅传互咱东区，甚至咱台南会当互咱的台南人知影。刷来了，每年是台南400档，伫文化即块，咱会当渐渐来甲咱的台语继续的发挥。咱台南应该爱是咱台湾的台语。留了上好，做了上发展的所在嘛感谢咱的于副老师、咱的蔡教授举办安尼的活动。即届邀请有台语4大重点，包括林永敏、陆涵秀、向阳、甲陈明仁共同来出席。记者会中，阁有林琼兰诗人以着台语的汉文来引切白居易的《琵琶行》，充分展现台语文的思古幽情。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